大佛境，如來佛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小第一。各位法師慈悲，座中各位菩薩、各位居士，今日係靈驗法會開講嘅第一天，有勞各位法師凝精相益，光臨法會，使到學人衷心嘅敏感。教宗話：欲識佛性義，當觀持節因，而節若義就其為義章，就係説明一切諸法都係從因緣所生嘅。今日呢個法會亦係從因緣成熟中而得到成就，同住大眾發心分修呢個首楞嚴大教，邀約本人到來呢，同大眾共同分修研習，轉德薄象深，中不通教未明。對於呢個楞嚴大義呢，係忘意不知所以，又焉敢貿然同大眾嚟到分修研習呢？不過係本着一種教學相長嗰個原則下，希望藉此因緣，自己多一個機會嚟到去讀誦分修，因此不宜喘量，貿然答允。當然，對於經中嘅要義係掛一漏萬呢一點呢，務請座中各位上座以及各位菩薩俾我多多嘅提示。咁現在開講此經之初，係分為兩段。第一係先述全經嘅要義，其次係標出此經嘅大綱，第三然後入文。咁現在首先就解釋全經嘅要義。楞嚴一經文分10段，裏邊係分入係分了啲經行。在呢度可以講含義無盡嘅，佢裏邊所包含嘅義理係無窮無盡，禪教律正密，統括無遺。所以惟執法師為首楞嚴經作序嘅時候，佢有一段文係咁樣：佛首楞嚴經者，諸佛之慧明，眾生之達道，教網之宏光，禪門之關鍵也。呢一段文就係標出楞嚴一經在佛教中係相當重要嘅。諸佛嘅慧明所係，眾生通達呢個大道嘅本源，教網嘅宏光，禪門嘅關鍵，全部係於呢個楞嚴經中。所以話佢義含無盡，
能夠概括儒教律政文5特中。例如在本經第9卷以及第10卷，顯示呢個10重嘅陰魔境界係修禪者嘅大忌嚟嘅，處處指點學人不作聖心，要你在呢個修禪定嘅時期，喺呢個境界現前當中，應當要反觀自照，以呢個如幻觀力觀一切境界，盡屬空花水月，了無所有。咁如是離一切相，不住一切境，則一切陰魔盡跡，自為可以真名。呢樣嘅教係聖人利生嘅方便，化物嘅權。觀乎靈符一經，從柯蘭孫者淫失歸來，因為悔恨多聞，不無真修，所以殷勤啟請釋迦牟尼世尊，開示十方如來得成無上菩提妙車摩托三摩時羅嘅最初方便。釋迦牟尼世尊承柯蘭所請，然後就為佢開示修3觀嘅前方便。咁但係欲修3觀，你必定要大開眼界，悟明自己本有嘅心，然後依一心起修3觀，依3觀斷3惑，由斷3惑定3得。咁但係柯蘭佢未悟心啊，因此佛呢七番破妄，而破佢從來執呢個愛牙嘅妄心，顯示妄心無體，猶如水月風花。咁然後就翻辨見大妄顯真，顯示能見嘅見證，為是當人嘅直常心境。但係柯蘭仍然未悟得，因此到呢個第3卷經文，佛呢就為佢回陰入處界4方27大，一一皆歸如來藏現真如性。咁然後方令到柯蘭尊者悟明心，動持本願，得到修3觀嘅前方便。咁如一往所說啊，都係屬於呢個教所含，因此話佢呢能夠包括呢個教嘅含。律係佛行嚟嘅，佛因中所行就係呢個律。如來3義順和，離一切嘅過非，以此自行，以此嚟到批發弟子。所以訂立呢個教規，訂立呢個律例，以為弟子修行嘅規範，以為學人修行嘅原則。咁在本經裏邊說呢個律呢，向下文中有呢個4種清淨力配，要諸弟子啊，依呢個律奉行，遠離呢個貪欲瞋恚愚痴，離呢個殺盜淫妄，以此4種嘅根本律義，為修行者嘅根本。如果於呢個4種根本嘅律
能夠清淨嘅話呢，然後方可以修呢個灌行。咁知道此經啊，亦是呢個律正，就顯示呢個淨土嘅念佛法門。在呢個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一章啊，係直以呢個念佛法門係方便中嘅正方面，所以話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是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是六根淨念相繼。就顯示呢個念佛法門啊，要從現前呢個六根中去下手念佛，令到眼所見無非係佛跡，耳所聞無非係佛嘅音聲，舌所宣無非是佛號，身所觸無非是佛境界，意所緣無非是佛法，令到現前六根一一融合入於呢個佛法之中，如是能所相望，成為叫做淨念相繼。咁即此一法呢，就係呢個淨土念佛法門所示。密三密加持，專一無雜，就係文中所顯示嘅檀長持咒。以三密持咒嘅功能，上感佛天加持，下呢能夠調示三業，以此為趣道之源，以此為消障根本。咁呢啲就係屬於密部所示。是以話靈驗出經係統括呢個言教律正嘛。咁由此可知啊，本經所含義係無盡嘅。雖然係含義無盡，該括無遺，一代時教理行果即皆俱被統括。但係文中嘅要旨啊，在於邊一處呢？畫龍就需要短經啊。十卷宏文咁多，究竟佢指歸係在邊一處呢？在講經之前，向各位交代清楚，務令初心嘅學人得到一個領會。靈驗十卷指歸就係不生滅為本修因，然後完成果地修證。不出三句經文，以不生滅為本修因，然後完成果地修證。呢個不生滅就係指眾生現前呢個真心，此心離過絕非無形無相，不在時節方度。所以在經中話，樹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是不可得。因為投於佢嘅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就係因為佢本體暫現究竟存在，離一切相。以離相故，所以過去不見其生；以離相直滅故，未來不見其滅啊！是不生滅，就係眾生現前嘅真體，即係當人嘅真心。咁現在話以不生滅就依人，依呢個不生滅嘅一心為根本。
就係話一切修行人啊，首先就要悟明心，方可以起修嘅。《是經》中話：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成聲聞緣覺，諸天魔王雜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二種根本，第一就係生死根本，第二就係涅槃根本。咁眾生因為不如呢個二種根本錯亂修習，所以在呢個修行位中錯誤百出，行則為聲聞緣覺，不行墮於天魔外道。其過何在呢？就係因為不悟自心，佢不悟自心就用呢個妄心以為因㗎嘛。是經文話：一切眾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正正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就故有論。欲證呢個不生滅果，就應該要以呢個不生滅為因，因為因果係相通，因果係一體嘅。果既然係不生滅啦，而處理呢個因，亦應該以呢個不生滅為因。咁然之後乜嘢叫做不生滅為因？就係要悟明呢個一心，悟明呢個不生不滅嘅常住真心，依此呢個不生滅理呢，為本修因，修呢個玄妙三觀，從此就成為呢個妙行。咁由呢個妙行之因，然後係完成我哋嘅修證，係證呢個三德秘藏嘅妙果。咁證呢個三德秘藏嘅妙果啊，究竟係證啲乜嘢果位呢？經中話：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呢個無所得就係佛嘅境界，呢個無所得就係菩提嘅極位嚟嘅。點解稱佢叫做無所得呢？因為菩提自性係本來清淨啊。既然係清淨，離生相離佛相，離呢個凡相亦離聖相，超三際離十方，冇時方所嘅。究竟你說佢從邊度而得，邊度而證呢？當知道所謂證菩提果，只不過以呢個無分別智，係呢個無分別理。智與理會，理與智明，理智一心而無所礙，假名叫做得之嘛。若為有所得嘅，則能得就係智，所得嘅就係境，完全落於個化解嘅。我哋要知道自成人尚且無智亦無得，何況佛境界呢？以佛嘅境界，以無所得而為境界。咁現在啊，就要徹底顯示學人，欲證呢個不可得嘅無上道果，首先就要悟呢個不生滅嘅真心，以此不生滅嘅真心為本修因，而修呢個玄妙三觀斷三惑，方可以證呢個三德秘藏嘅菩提結果。咁是以啊，阿難從入不歸來，請佛開示呢個三觀嘅前方便，佛呢翻顯示，翻分配，就欲想令到阿難尊者先悟一心。咁啊悟明一心之後啊，就教其修呢個玄妙三觀。選擇觀世音菩薩嘅指門通，為佢下手修正，就方便法。咁然後啊，歷55為真菩提路，直至最後呢，
本圖係歸無所得。呢個係《楞嚴經》一經嘅宗旨。現在先呢向大眾説明，令到呢個初生嘅學人呢係得到明白。第二係説明本經嗰個綱要，呢個綱要就係全經嗰個大意嘅。本經係由阿難尊者大權示現自度人得，以為發起嘅因緣嘅事情係發生在於7月15嗰一日。嗰一日呢，適逢係增持之日，又名叫做佛歡喜日。所謂增持之日、佛歡喜日，在律制比丘從4月15就結行安居，咁經過9旬禁足，直至到7月15呢，就解行。咁在於呢個9旬中啊，自己本身有冇過失，有冇錯犯違反呢個律制嘅呢？咁自己就記住佢，等到解下時就當眾嚟到陳述，自己嚟到諮述自己嘅過非。當眾僧前呢嚟到舉行懺悔，就叫做增持之日。咁又名叫佛歡喜日啊，因為經過9旬結行安居，誓以專心行道，所以有啲呢係得到禪定，有啲得到陀羅尼，有啲係得到神通妙用。因此佛內心就歡暢快慰，因此名叫做係佛歡喜日。咁在呢個《盂蘭盆經》裏邊，以及其他呢個經律所明，為在呢個增持之日解下嗰一日如果有眾生能夠於是日嚟到供佛集生，能夠令到佢7世父母係得到超升，現在者呢係增延福壽。咁即藉呢一日係為波斯匿王嗰個父王嘅忌辰，所以文中話波斯匿王為其父王偉日迎訏。呢個偉日就係忌辰死亡之日，為子女者不忍説明，所以稱為叫做偉日。咁波斯匿王在呢一日就為佢嘅亡父迎備齋供嚟到請佛等。咁但係呢一日又係增持之日，係解下嘅時期，所以城中好多人同時備辦齋供嚟到供養眾僧。咁因為佛已經係受波斯匿王請入皇宮受供啦，咁因此其他嗰啲百姓市民只能夠供諸菩薩，係供奉一切諸比丘尼。咁在呢一日嘅早上阿難尊者因為受到別人所請，咁本來在律制結下未曾解下，就不得獨離㗎啦。獨離叫做破瑕，律制所不許嘅。但係亦有開緣。所謂開緣譬如有病需要醫嚟嘅，受醫時呢啲
可以。咁而嗰日剛剛係解夏嘅早上，9旬已滿啦，而佢又呢去授醫嘅，所以可以讀授，其他就不能讀授。咁因此佢呢就獨自入城去授醫。咁啊翻嚟啦，佛及眾菩薩以及諸比丘等已經係入呢個皇宮，同時入呢個城中去受皇神長者嘅齋服。咁佢自己睇見佛及眾僧已經離開呢個祇陀林，入皇城裏邊去受皇神長者嘅供，而自己係獨自一人。咁而即時又將至啦嘛，咁因此佢自己就執持呢個應起入呢個城中乞食。在呢個道路中啊，佢就想起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因為須菩提及呢個大迦葉尊者行乞嘅時期咧，兩人有所揀擇。須菩提係捨富而從，捨貧而從；大迦葉就捨富而從啊。而兩人呢都被維摩詰所斥，而佛呢不加與否。咁當然知道啊，呢個維摩詰所斥嘅係好啱嘅。咁柯蘭啊想起呢件事，就知道如果捨貧從富乞，捨富而從貧乞，都係唔啱嘅，因為心不均平，心有揀擇，未能夠令到呢個貧窮者與及個富豪者呢同時成就佢布施嘅功德，因此佢決定仿效如來嘅平等行乞，不擇貧富。所以佢行乞嘅時期嘅不擇微賤，發意完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佢個心願係廣大，但係可惜佢心有餘力不足呢？點解啊？因為律制初學比丘有5家不得乞嘅：屠殺家、沽酒家、唱鈴家、妓女家、觀華家。呢5家咧，律制初學比丘不能行乞。點解？就因為呢個初心嘅學者咧，道力未成，恐怕佢逢遇境被境所牽，所以就制定初心學人不得向5家行乞。咁現在柯蘭尊者啊，佢個心廣大，有一種慈悲嘅心願，但係可惜佢嘅道力未成，佢當時未證阿羅漢道，甚至到初果都未成嘅。咁貿然仿效如來嘅平等行乞，次第乞啊，所以就發生一件呢驚天動地。咁佢一家至一家行乞，就到一家叫做摩登伽女嘅家。呢個摩登伽女呢，佢本來嘅名啊就叫做闊吉提，佢個母親就叫做摩登伽。咁呢個闊吉提女啊，事先因為見到柯蘭尊者佢個相貌端嚴，佢宿世嘅貪欲煩惱重啊，因此一見到柯蘭尊者，佢生起一種貪欲嘅心。屢戰欲得柯蘭以為佢嘅夫婿，因此就央求佢個母親摩登伽。咁啊，摩登伽啊，初時都知道呢件事係一件難，因為佢已經係一個比丘，又係佛陀嘅弟子，點能夠強人家以為己婿？咁但係啊，經唔起佢個女闊吉提
各種嘅要求、哭泣、哀請，因此就勉為其難。就等到柯蘭尊者到佢家裏邊頭七嘅時期啊，就將佢隻缽接受咗，攞入去室裏邊，然後再用呢一個梭提迦羅仙梵編奏到去奏呢個柯蘭，就將呢個柯蘭入淫席。咁呢個缽吉提女啊，就見到柯蘭入於佢呢個淫室之中，佢呢個淫毒熾盛啊，因此咧欲毀柯蘭食飯。咁時柯蘭咧心雖明了，力不自由，內心好明白好清楚，但係可惜咧，佢已經被呢個淫咒所挾持。咁在呢一個咁危險嘅關頭啊，佢有咩方法嚟到解救呢？佢自己內心就想念如來嘅大慈。佢話大呢個世尊大慈靈不救，佛係一個一切智者、知道者、開導者、正道。如來有呢個無盡嘅大慈，普度法界一切眾。我今日遇上呢種嘅災難啊，何以佛啊唔嚟到救度我呢？咁由佢一心嚟到緣佛，所以佛呢就知道佢發生呢件事。咁當時佛啊，在呢個波斯的皇宮受供已畢，齋畢就旋歸，一食完齋，即時就翻去祇陀。本來平常，還係請佛受供，佛食完齋之後，一定就算快嘅。供佛者用呢一個品物嚟供養佛及眾生，以此成就呢個福。如來為佢説法，成就佢嘅慧業，令佢積於布施之中，成就出世呢個福慧種功德。咁當時大眾睇見佛一食完齋就唔説法，翻去呢個祇槃精舍，咁就覺得佛今日所表現嘅係如平常，就知道一定咧係有事情發生啊！如來揚眉順目，傾權是地，都有佢一定嘅因緣。今日齋不傳歸而不傳法，呢種奇特嘅舉動啊，當然定非尋常。所以波斯匿王以及大臣等眾一一咧隨從佛到呢個祇槃精舍。咁當時佛一到呢個祇槃精舍，坐上呢個獅子座中，整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生千餘寶蓮。在呢個蓮花上有一位化佛，化佛呢就説呢個首楞嚴神咒。咁佛啊，敕命文殊師利菩薩持呢條楞嚴神咒前往救柯蘭及摩登。咁有人呢曾經在呢一段文呢係批評過，提出一種疑難。佢話上文中講到攝入淫席，淫功苦魔，將毀戒體，形容呢種境界係非常咁危急。後來又話佛齋不旋歸，然後咧登獅子座，從頂放光，光中現花，蓮花現化佛，化佛是神咒。時間係相當長遠，何以能夠維護呢個柯蘭戒體不破呢？呢啲呢就係、是、一往啊有意
嚟到破毀《楞嚴經》嘅人所講嘅。咁呢番道理成唔成立呢？我認為啊，係一般有識者所不似嘅，完全唔係一種道理嚟嘅。你要知道啊，筆只有一支，敘述嘅時期一定有先有後。佢現在只不過係先後次第敘述。當知道如來係一切人係不可思議者，對呢件咁微小嘅事啊，早已經係了然於心，唔單止今日係知，就係阿難陀降生嘅一日出世嘅一啲，佢已經知道有呢件事㗎啦。亦唔單止話阿難尊者出世嗰一日，佢已經知道有呢件事嘅，就係佢在呢個菩提場中成等正覺嗰個時間，亦知道啊有今日嘅事嘅。咁自然呢一番嘅難問啊，直情唔係一番道理嚟嘅，我哋可以唔理嘅。咁當時文殊師利菩薩奉佛命，呢個首楞嚴咒度呢個摩登伽女嘅人生，起呢條楞嚴神咒，咁啊令到惡咒殲滅，提長阿難及摩登嘅歸來佛所。本來摩登伽女缽吉提係一個人類啊，佢目的未達，為何會同文殊師利菩薩翻去呢個毗婆林呢？就係因為文殊菩薩呢係勸導佢，去理想阿難為你嘅夫弟呢，你可以向佛請求咧。佛係阿難嘅兄長，就係佢嗰個師長，你向佢請求咧，佢會一定如你所請嘅。文殊菩薩就用方便勸勉呢個摩登伽女啊，同回呢個毗婆林。咁因此呢，阿難及摩登伽都一齊到呢個毗婆林中見佛。咁阿難一見到佛啊，佢自己呢就悲傷不已啦。所以話阿難見佛頂禮悲啊，佢放大喉，佢喊起上嚟。點解佢會喊呢？因為恨無此來一向多聞未傳道力啊！悔恨自己一向熬於呢個多聞不無真修，因為不無真修，所以道力就不傳啦。故此逢權如境不能自主，因此就有今日摩登伽女之難。咁痛定思痛啊！既然知道以往不無真修，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因此決心從今日起呢，要真修實行啦。是以佢請佛開示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嗰個三半下手嘅方面。十方如來就係果人。果就不離因啊！欲證呢個菩提嘅結果，應當係要修呢個三半為因。是以修三半就係為成菩提之因啦。咁但係欲想修呢個妙三半，一定就要悟明一心，悟明一心依呢個不生滅嘅真心。後起修呢個圓妙三半，方能夠斷三惑，證呢個三菩提。是以啊，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嘅三半嗰個前方便呢，就係、是、要悟明自己一心。咁佢請佛開示修三半嘅下手方便，佢目的就係欲想修三半，就等於一個人啊
佢問路，佢目的就係還家。咁佛既然成柯南所請啊，就應該要直接為佢開示修三半下手嘅方法係嘅噃。但係佛冇直接答覆佢點樣嚟個下手修呢個三半，反問柯南：究竟你因乜嘢緣故而發心出家㗎？問佢發心嗰個本因，所以文中話：佛告柯南，與我同慶情君天倫，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聖相？頓這世間心中恩愛呢？佛問柯南，佢話你與我本來係同氣連枝嘅，係為堂兄弟。咁你既然與我係為兄弟，佛為皇太子，可見你亦係呢個太子身份㗎啦，係世子之身。點解你會從呢個世子之身而忽然間從我佛出家？咁然則啊，你最初發心出家，在我佛法中見到有啲乜嘢殊勝奇特嗰個妙相，而能夠令到你捨棄世間呢個深重嘅恩愛，拋棄父母夫婦一切嗰個世間享受，而捨俗出家呢？咁在呢個文面啊，只得係問非所答。柯南既然係問佛修三半下手嘅方便，就應該直接答覆佢先係啦。今日不但冇直接嚟答覆佢，反而問佢發心嘅本因，咁是否啊問非所答，答非所問呢？我哋要知道啊，佛咁樣嚟到問柯南係有心意存在嘅，因為你柯南欲想修呢個玄妙三半，你必定要以真誠心為因，因為因地不真就果招於曲。是以你欲修三半，必定要以佢真因地心為因，然後方可以證呢個不真。但係我唔知道你發心啊，係呢個真心啊，抑或係妄心？你所發之心係與呢個真因地心相應啊，抑或係唔相應呢？如果話你所發之心係同呢個真因地心相應嘅，可以依此心嚟到修呢個玄妙三半。但係如果你所發之心不與呢個真因地心相應嘅，就不能依之嚟修呢個玄妙三半嘞噃。因此啊，就舉問柯南。今日講經嘅時間咧，講到呢度啦，亦都已經夠鐘。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一。解釋此經係分為三段。第一就略顯本經嘅宗要。第二呢就解釋全經嘅大綱。咁咪略示本經嘅綱要已經講過啦，現在就係解説本經嘅大綱，就將全部經文嘅大意呢嚟到顯示出嚟。昨日就係講到柯南尊者自從喺淫室歸來，悔恨多聞，不無身受，因此佢就懇請如來為佢開示
修三觀嘅前方便。咁佛呢承柯蘭所請，而問佢發心嘅本因，究竟係因乜嘢嘅緣故嚟到發心修道呢？咁在佛嘅意思啊，就認為你柯蘭今日既然係欲想修呢個玄妙三觀，就必定要發呢個真因地心。唯有啊發心係與呢個真因地心相應嘅，然後方能夠依此呢個真因而求呢個真果。假若話你發心不真呢，因地不真，就果招於曲啊。因此佛啊就問柯蘭，咁然則你柯蘭當日在我佛法之中見到乜嘢嘅殊勝妙相，令你頓捨世間呢個心重恩愛而從佛出家呢？咁當時柯蘭就答佛，佢話我見如來32相，聖妙殊絕，形體影切如淨琉璃。常自思惟此相非欲愛所生啊，何以故呢？因為欲氣粗俗，就聲騷交構，膿血雜亂，不能發生此聖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就從佛諦樂。佢說出自己發心出家嘅原因啊，就因為見到佛嘅32相光明洞徹，佛身呢係通明透亮。咁自己啊思維揣度呢個殊勝妙相嘅32相係稀奇少有嘅，係尊勝無比嘅，唔係世間呢個情欲愛染啊所生嘅，係從呢個功德所生。咁由於自己心生愛拗如來嘅32相，欲想自己呢亦能夠成就呢個32相嘅上妙莊嚴，所以佢就發心出家修道。釋迦牟尼佛聽到柯蘭說出佢發心嗰個原因之後，就知道佢因地不真。點解呢？咁因為柯蘭說出佢愛拗佛嘅32相，然後至發心嘅。咁當知道佢發心出家，純是係以呢個愛拗心而出家。但係你要知道啊，愛拗之心完全係虛妄生滅心嚟㗎嘛。此心呢係由呢個塵境而有嘅，境有則有，就境去則無，純是係呢個生死嘅根源啊！咁呢個愛拗妄心既然係為生死嘅根源，如果話你以呢個愛拗心為因，云何能夠修呢個玄妙三觀而證呢個解脫嘅聖道呢？咁是以佛呢就要破佢呢個愛拗非心。咁為咗破佢呢個愛拗非心啊，因此就先呢去徵問柯蘭。佢話柯蘭，你剛才對我話，因為愛拗佛嘅32相，所以你就發心出家。但係我現在問你，
將何所見？又誰為愛樂呢？你用啲乜嘢嚟到見我佛嘅32相？又用啲乜嘢嚟到愛樂我佛嘅32相呢？在平常人嚟睇似得佛咁樣問呢，問得太過冇道理。誰人唔知道見係用嗰對眼呢？愛樂係用個心呢？咁呢啲道理平常人都知道嘅，點解佛會舉出嚟去問柯蘭呢？咁當知道佛咁樣一問目的就係欲令柯蘭回光返照，要悟明自己本有嘅心目。如果能夠悟知呢個愛樂非心，就知道呢個生死根源；如果唔知道能見非眼，就係知道嗰個涅槃根本。咁既知呢個生死根本，則呢個生死就可了；知道呢個涅槃根本，就涅槃可證啊！所以佛問佢：你將何所見？誰為愛樂呢？係大有理在嘅，但係可惜柯蘭仍然在於呢個迷中，不知呢個心目。所以佢答佛佢話：我耳目而見就心生愛樂，由目觀見如來聖相就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殊不知能見非是眼噃，能見係心嚟嘅。如果能見係眼，向下文中話：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又云何不見呢？已死之人佢尚有眼存何以佢又不見呢？咁若見物者，云何名死呢？假若話呢個死咗嘅人，佢對眼係迷失，所以佢能夠見。如果咁樣講法，呢個死人都能夠見嘅話呢個就唔係死人啊，呢個係生人。可知道眼係不能見，能見係呢個自心。愛樂亦唔係心噃，愛樂係虛妄分別。咁今日柯蘭佢將呢個眼作為能見，將呢個虛妄分別係作為自心，佛就知道佢認妄作真，所以再問佢話：如汝所言真所愛樂，就因於心目。你若不悉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吧？點解不知心目所在就不能降伏塵勞呢？咁剛才不是講過嗎？因為你知道呢個心係虛妄分別，就知道呢個生死根源，知道呢個目不是能見，能見係心見，呢個就知道涅槃根本。咁既知涅槃根本，亦知生死根本，咁呢個塵勞嘅生死因與及生死果自然可以降伏，自然可以證解脫位啊！所以話若不悉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為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故此你今日欲修呢個玄妙三觀，你一定要知道呢個心目所在。現在我問你
為心與目今何所在呢？咁始終啊，在平常人睇起嚟，亦覺得佛所問呢，問得越來越冇道理啊！誰人唔知道個目係在於面上，個心係在於身內啊？3歲孩童都曉得嘅事啊，何以佛啊將呢啲咁顯淺嘅事情嚟到舉問阿難呢？當知佛問佢為心與目今何所在，亦係欲令阿難於此中回光返照，悟得啊目而不能見，能見係心，心非在內，亦非在外。心無形相，冇時節方所靈明動切，了了常知。咁如是而悟，如是而見呢，就知道呢個心目所在，就知道呢個生死根源，知道呢個涅槃根本。佛問佢嘅意思呢，就係在此嘅。但係阿難仍然與一般眾生同樣嘅迷惑，所以佢就舉答如來。佢話世間一切眾生啊，同將色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花眼，都亦在佛面。佢唔單止自己答佛，同時佢舉例以證。佢話一切世間10種異生啊，同將色心居在身內。一切眾生都係啊，認為佢自己呢個色心居在身中之內。眾生如是計，我亦係如是計啊！眾生認為咁樣咯，我亦係眾生之一呢，所以我亦係一樣咁嘅睇法。個縱觀如來青蓮花眼，亦在佛面噃。至若你問個目係在邊度呢？今日如來呢個青蓮花眼啊，佛眼係修長嘅，猶如個青蓮花瓣一樣修而長。咁如來嘅青蓮花眼在於邊處啊？在佛面啊，喺佛嘅面上。咁啊，佛眼既然在佛面咯，是以我阿難嗰對眼呢，亦係在於面上啊。故此話今此浮根4塵只在我面，如是色心就實居身內。咁佢就執定個心呢，係在身內，嗰對眼呢係在面上。呢啲純是係眾生一種妄情計度，是以佛呢就破佢啦，徹底破佢呢個心唔係在於身內啊！佢對阿難講，佢話阿難，假若嗰個心係實實在在居於身中之內嘅呢，咁就應當要先見到你身中嘅5臟6腑，然後假借眼嘅功能，方可以見到外物噃。但係今日一切眾生不見身中嘅5臟6腑嘅噃，邊一個人能夠見到自己身中嘅5臟6腑啊？佢只能夠見到身外嘅一切，而不見身內嘅一切。可見個心非是在內。咁第一番就破佢呢計心在內嘅道理不成。咁其後阿難呢又轉計嘅心係在外。第三番嚟轉計嘅心係潛伏喺眼根嘅裏邊。第4番呢轉計見暗名為見內。第5番係轉計隨生。第6番轉計嘅心在中間。
第七番呢，計一切無住就明之為心。咁咪七番所計啊，純是係一種妄情計度。因為佢七番所計都係妄情計度啊，所以佛呢番番都破，名為叫做七番破網。咁咪七番破網啦，就徹底呢破佢呢個虛妄分別心係生滅無主嘅。因為生滅無主啊，所以不能說佢在內，不能說佢在外，不能說佢在中間。此心係徹底虛妄，因此佛呢係一一嚟破之。咁啊，經過七番破網之後啊，柯蘭就知得自己一往所執，純是喺呢個妄想生滅心。此心係生死嘅根源嚟嘅，就應該捨離咯噃。但係自己真心又未悟啊，所以就重複請佛開示，還復真心嘅道路。例如經文講，佢話我是如來最小之弟嘅，因為四王共生八子，佛呢有八兄弟嘅，同父異母嘅就有兩兄弟，和差比嘅呢，叔伯兄弟就有八個。咁八兄弟中以佛係為最長，就以柯蘭就為最幼嘅，所以柯蘭佢話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雖今出家都由此嬌憐啊！因為佢自己係最細啊。是以佛成道後，常常返皇宮，咁啊見到柯蘭尊者嗰時未出家喎，佛呢就對佢啊特別嚟到愛護。咁佢自己呢就似佛嬌憐啦，所以一向多聞就未得無漏。雖然後來出家一向熬於多聞，不無真修，因此就未得無漏聖果。不能折伏疏毗羅咒，為彼所主，力於淫舍，當猶不知真諦所偽。就因為自己呢不悟呢個妙明真心啊，所以逢緣遇境不能自主，被呢個摩登伽女疏梵仙梵天咒呢攝入嘅。咁呢啲呢就悔恨佢自己多聞不修嘅過失。咁今日自己啊要發心修行啦，故此話為願世尊大慈哀憫，開示我等奢摩陀羅。呢個奢摩陀本來就係空觀嚟嘅，但係本經所顯係顯示個玄妙三觀，舉一而該三塊嘅。是以舉呢個奢摩陀空觀呢，就具呢一個三摩缽提架觀、妙禪羅個中道觀，咁就說明佢啊係請佛開示修呢個三觀嘅方法。咁當時佛就承柯蘭所請，就為佢開示二種根本。你欲想啊悟明本有嘅真心而起修呢個妙三觀門咩？你一定要先明白個二種根本。乜嘢叫做二種根本呢？咁為一者係生死根本，二者係涅槃根本。咁點解佛要先開示嘅二種根本呢？佛話：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魔王、蛤魔眷屬，皆猶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住沙欲成家讚，誦經陳劫就終不能
得嘅。因為修行人不知呢個生死根本，所以生死就不了；不悟呢個涅槃根本，所以涅槃就不能成啊！是佢在呢個修道嘅過程中啊，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佢不悟二種根本而修，名為叫做盲修瞎練。是以行則成為呢個聲聞緣覺嘅小果，不行墮於天魔外道。是以修行人首先就要明呢個二種根本為前提嘅。因此佛呢就為佢先開示嘅二種根本。所以你柯蘭若想修呢個奢摩他，咁在先呢就要認識乜嘢叫做生死根本，乜嘢叫做涅槃根本。咁若知道呢個生死根本，咁從此遠離呢個生死就治療啊。若知道涅槃根本，依之修行，菩提就可證啊。咁然則乜嘢叫做生死根本啊？佛話即如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所謂生死根本，就係你柯蘭與一切眾生用呢個攀緣心以為自性啊，即係指出呢個攀緣嘅妄想心呢，係為生死根本。呢個攀緣嘅妄想心，就係你柯蘭上來所說呢個外拗心事嘅。乜嘢叫做涅槃根本呢？佛話即與今者，色精圓明，能生諸緣，緣所為者。色精圓明，色之精就係指呢個八色之性，唔係八色之上。呢個圓明啊，就係指呢個色性本來明徹嘅，就係指眾生嗰個真心，即係唯色性。能生諸緣啊，就係指眾生迷一心而生起八種色心嘅見相二分。見分係心法，相分係色法。在諸法上略而言之，不出呢個色心二法嘅見相二分。如果廣而言之呢，有萬法。咁萬法係從何而起呢？係迷一心而起嘅，叫做能生諸緣。緣所為者，就係在呢個萬法之中所為嘅，呢個就係自性。眾生但於呢個萬法上嚟分別佢種種呢個幻象，種種幻塵妄境，而不了諸法本體，即是真心。咁呢個啊，就係個涅槃根本嚟嘅。咁佛開示呢個二種根本，就係欲令柯蘭悟明嘅二種根本，然後至起修。咁為咗佢於其中啊，能夠了悟乜嘢叫做生死根本，乜嘢叫做涅槃根本，所以就舉臂屈拳而問柯蘭，舉個手臂屈成一個拳頭，咁樣子嚟到問柯蘭。佢如今見否？你見唔見呢？柯蘭佢話見。佛話與何所見？究竟你現在見啲乜嘢？柯蘭話：我見如來屈指為光明拳，耀我心目。佛啊，即刻問佢：
佢豫將誰見？你究竟用乜嘢嚟到見我嘅拳頭啊？柯蘭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我同埋會中大眾文殊觀音世智彌勒一切諸菩薩目犍連須菩提舍利弗等一切大聲聞，同時係用個眼嚟到見佛嗰個光明拳。佛啊就問佢耳目可見，你而家話嗰對眼可以見我嘅拳頭啊？但係以何為心當我拳搖呢？你究竟用乜嘢為心啊？嚟到去擋照我嘅拳頭，去了知我呢個係拳頭呢？佛啊，在呢度亦係欲令柯蘭回光返照，故知能見係非眼而係心見，但係柯蘭仍然在迷。所以柯蘭答佛，佢話：如來現今精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續，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佢越答就越離譜。佢話我現在將呢個心推窮尋續去分別，咁咪能夠分別推窮尋續嗰個，我將為心。我能夠分別佢佛嗰隻拳頭有光明嘅，將嗰啲手指屈埋而成拳頭，咁呢個能夠推窮尋續分別嗰個就係我個心咯。佢就將呢個推窮尋續呢作為自心。